庭中央已经决定，伫过年后无分大人囡仔，一人发现金6000块。彰化市公所已经提早加码，户口设立彰化市超过2万名70岁以上的老大人，一个人会使领到6000块的。过年敬老礼金，再去领到现金，这时段呢，真正都真欢喜。你讲会使过一个好年啊！啊那英国拢有发这个2000块过年礼金的中华大村，虽然讲呢，这个泰亚大王落给的遗产税和这个乡库有14亿，伊也毋过呢，大部分拢用伫工程费用，加上今年无变这个礼金预算，所以讲这个过年礼金暂时无要发，和乡民真失望。过年前领到6000块的敬老金，彰化市的阿公阿嬷笑讲，下当过好年咯。阿婆有欢喜无？足欢喜诶！家己食较好诶，安尼哦。伊拢欠毛毛，伊拢欠毛毛用。拢欠毛毛用。为了发敬老津贴，彰化市公所派几百个员工来点钱，一张一张丢去红包袋内底，大人皮拢变真红，都惊甲钱算唔着去。你加发一个人袂退用你啊，减发一个一定甲你退啊。下区警察嘛来到现场戒备，到户上礼金去每一里的办公处。今年迈入第26年哈，那发放给我们的长者约有27000。今年彰化市敬老金总金额超过1.6亿，有3成左右是大人选择领现金，所以公所的员工总动员来发敬老金的津贴。啊，若是连续2年春节前发进行经济礼金2000块，彰化县大川乡虽望恁大王落结有漏遗产税落来，乡库阁剩14亿，不过去年111年无变112年的进行礼金预算，加上大部分经费拢用伫咧地方建设，今年的2000块就暂时无发，互乡民有够失望的。10亿2300多万，这个工程啦，咱这财务啊，咱这劳务这个采购用库还有3亿2000多万，这个倍数吼。过年到啊，大家拢有需求啊，吼，系啊。所以希望这个疏客一下啦吼。同款过年前领到现金的，各分林未了乡，大作发6000吨亲牧林的基金，大人7200，拢总有46000外乡民享受到这个好康。拢总领3亿2000几万，1月17号已经指定了入户口。中央讲过年过，大人发6000块现金，啊，加码提早发礼金的乡市，互民众领钱领个笑眯眯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